先好，那个不是要拜拜的。无心插柳，因为那时候小孩子都到台北去读书了，然后我刚好去参加社大的一个课，叫做实用生活美语，然后呢就看到有隔壁班有一个叫实用摄影，然后呢就把生活美语放了，就到隔壁班实用摄影去上，一上了就是那当时上课的是应景摄影圈的老师们在上，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刚好我摄影比赛得到第一名以后，就开始玩这个摄影，玩到不亦乐乎了。我要拍一下这个他挑着扁担过来的。好，来，安瑞你过来。我有那个蚊香我要点较大的蚊香哈，然后本地安尼当挖软。我慢慢上去。都像我呀，希望土地公，所有朋友一堂都有土地公，然后讲那里有，开见我就如何去，七个如何请办法，都叫祖先请的要叫土地公很莫名，因为也系10年的农场，平常都冇可以讲，但是都印象讲，那一年请一个朋友来，拜白公，我都是一个白公，迄唔喺度要年，然后一个白公，迄唔喺度。更有活力，讲要虽然100年土地公，但是永远来拜路，有一拜白公的景象都会安尼嗰度每当我就讲，来拜白公，有都朋友，朋友讲好嘛，好啊，然后我讲我哋请当官，都请吹人，开吹人来拜白公，都当像师傅以前的样。是印证这个100年土地公的景象，这样好自然哦。这个真的就不是那个，就是来拜土地公。虽然得过几次奖以后，我还没有办法抓住说我自己风格要什么。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说，我想要拍一个乡土纪实，也人拜白公过10来条啦，叶偶的啦。然后呢，各位都讲，就是记录人家客家人的生活啦，含呢以乡土纪实来做来翕相的较重要的个啦，都看到讲喜欢个呢古物的保存啦，个做先人生活的这种。生活模式啦，因为以前有那个太祖头啦，各位还有做水夫头的，做些50人年间还有做水夫头、太祖头，个还有那个徛厝徛足高都，一项完全看唔到呀，但是一项也翕着，刚50年以后，也系30年以后，这条都系一下翕的都，因为新人的看到都会讲，特别有安尼，同样的情形啦，我就也都安尼翕。也唔係講貼片用嘅主意嚟，其實唔係講貼起來都係鄉土記憶，好像客家的東西也需要一些人來給它保存跟記錄起來，有這種使命感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暗强风华嘅黑路水神哦。台湾呢，现在嘅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来看到嘅影像地图呢，由于呢8点相机嘅人呢，也人呢都基本邀請來到現場嘅涂秀蘭涂手機哦，攏提講其實呢，嘅翕相有人講翕相，有人講撲相啦吼。翕相呢可以當事前，毋過呢，人嘅相度吼。大部分呢，啲翕相嘅人吼，打電8點相機嘅人，攏係男嘅人較多。細妹呢，啲把相機嘅較少啊吼。毋過呢，人家涂手機、秀蘭機吼，佢當厲害哦。到底樣辦厲害呢？先來介紹秀蘭機吼，同大家來說說一下。秀蘭機吼，觀眾朋友、主持人大家好，我係涂秀蘭，我係苗栗應景攝影圈嘅
成员之一。哦，苗栗嘅眼鏡葉羊群咧，成員之一啦，吼。眼鏡葉羊群吼，到底有幾多少吼？等下陣介紹，我係想吼，觀眾朋友同我共用同阿水神共用吼，上一個了解啦吼，應該小蘭子吼，樣板對葉羊。按條件嘅時間嘅動作，聽講誒，佢個故事很動作哦。因為為到葉羊是動作前，同冇客人係個冇同意呢，錯冇？唔到底係樣辦用一隻機會投入嘅葉羊嘅工作。我做先也唔想講我喺度協商。一開始嘅時間，一開始唔係樣辦有嘅機會接受到。俺來去到個苗栗一個社大。這樣是生意呢，全部都沙田太好。對，去台北讀書誒，我想啊，一3年較無聊，無聊了，我都想講，伊就去上一些社大課來上，結果給上的我選的是生活美語，然後我想說，成發嘅英文都差不多。對，想下擺出國去較方便啦，哈，嘛你行個從我門口一個嘛實用攝影，剛好。我兒子有一台那個單眼相機呀，然後我想說放在家裡，我就覺得說擺着又擺的呢，嘿沒我都來，冇用都打送嘅，吼，我就拿來我自己用好嘅啦，結果都自己都去上到個實用攝影班啦，當時那個眼鏡嗰度老師強教嘅，開始一上上咗啊。興趣都來嘅啊，都研學，我畢業嘅下有舉辦咗一個都嘛個學員嘅畢業嘅比賽，結果嘛我拿到金牌哇，然後呢開始都當翻譯了，當翻譯過後嘢都一直都當好翕相嘅，但係有乜個節目，有乜個都聽得起嘅，要貼喺我注意嘅呢發通嘅。有乜個發通資訊啊？嚇，睇喺度都變咧，關於你相機擺喺你面前嘅。你講起來，人老公應該係相機，唔係人真實嘅老公哦，做冇？係咪安尼？做得安尼講冇？我到婚姻的路上，結了一大交以後，但是我還有2個兒子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感情的那個全部。就把它投到我的興趣裡面，就是攝影。我喺當好奇嘅講，唔該當時本來係成發嘅美語班，嗬，唔該生活美語有學到冇？也曉講2句冇？開始嘅下都印象講，也好出國，要去了解下外美，又講到英文較方便。但是呢，想到個相機變得嚟呢，就有一種衝動講。咁就都相機擺電出嚟要較簡單嘅，英文要配。你有冇想過，我擺電相機去學英文？咪做對啦，閒冇事情，然後喺線上學咧，協裝啊咧。冇應該樣講不能兼得啦。都先到講相機擺電嚟嗬，1、3年，現在行到哪都翕到哪都當方便啦。唔是潮牌，唔是乜嘢都。有相機帶電都可以做安尼啦，所以當我想講以後所有嘅相片呢都投都也想翕相啲都可以。有唔是看過嘅電視廣告冇？個廣告就講，有個人用日記來記錄佢嘅生活嘅過程，有個人用相機來記錄佢生活嘅過程，有個人用影像用動態的那個錄影來記錄，唔都係聽一種嘅講到嘅。用相機來記錄你的生活哈，都一下唔講得到拿到當到嘅獎哈，甚至還個有拿到嘅金牌獎哦。因為講吼，唔係高層過來，當然係當辛苦嘛，要經歷過當到學習失敗嘅前年，翕相嘅時間要翕失敗咗嘛，成功嘅時間嘛要。因為講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吼。係要有乜嘅條件冇？要用學習嘅過程要用辦做。因為我就較多時間花到翕相吼，都變得較投入啦。也個老師講樣誒，我都往那邊去翕。個老師講樣誒翕較好，又
有行嘅片，变咧我都变多方面的去尝吸试，收，对，吸收无同样嘅主张，错冇？嘿。因为眼镜拳度吼嗯，有翕免费的啦好吼，有翕安尼一般人像的啦嘿，啊，个有迄个邱老师去翕安尼用广角安尼去夸张跟人物的嗰度吼，个谢老师都翕安尼讲，婚姻家的啦，开单了度个，我都想冇讲，啊，叫到特色都翕入去去甲特色，啊，我都捏到太假。我都头要好一些，几好一些的，我都全部摄起来。我所个翕的题材都较多的。数摄起来是太假嘅剪法，对错冇？当古说唔要得奖，要拿到嘅金牌奖都安尼，太假嘅转送吼，全部嚟数摄过来，错冇？按其话就讲到，个眼镜的阴阳拳吼，我点亲像係11型。样板要汉字是为啥？因为眼镜嘅 logo 啊，吼，一张牛鸭啊，底都有11只铃铛啦。啊，牛鸭要挂定嘅铃铛啊，应该会留眼镜嘅 logo 那。牛鸭不？对，我个名片度方嘅有一张眼镜嘅 logo，都有11只。啊，当时有一位老师都较大细嘅歌神前辈啊。啊，歌神摕落去，迄毋係都再个招兵买嘛。啊。做些人人都一个两个一批，啊，都爱去去个哈呢，又有两个爱同时去做方言的个哈，做学生的个哈个，一个很多赖进强都强下，你当眼镜，眼镜又再个熟悉个两个，但是要圈起呢，眼镜有一个新的规则，就是讲所有喜欢翕相的人，各位。喜欢翕有拍的人，嗰个喜欢安尼乡土纪实的人，就可以感应眼镜，也还有新的安尼。因为以前11拢男人，不过呢，其中呢唯一一煞係五線的朋友都係修蘭籍啦，吼，係因為符合他們的條件，所以他們破例破格，都用做出來啦，吼，加入。行愛準備入記眼鏡做先較嚴，也顯示是講，因為人數又較少誒，我就愛當時入個下，愛去個翕的相片度方，先有30張，去個因為講當好的照片，嗰個10張彩色的，唔好講單槍全部有拍的哦，安尼本期啊就10位老師。特色通過當做的眼鏡，對對對。到底眼鏡眼拳吼，係乜嘅社團啊？修蘭寺呢，佢係因為樣板本人先到吼，啊個叫呢，佢出家呢，佢聽話講哦，佢係每一隻嘅先生呢，最好嘅幾種剪法，就熟悉咗過來以後，佢有自家嘅特色跟風格吼，啊到底佢嘅風格係樣板呢？等下休息以後再嚟講。叫做白講吼，特別去都無人拜啊！啊，我說我車都轉成個，我朋友講我去喎，我去我都去。佢都按講個油通法，又有白講，迄唔係係都翕戲咯。但是又無人講，但是伊個阿叔妹都開點東西，要出來解放。佢講嘟嘟好該當時嘅，電好叫嘅了，好叫嘅些。白講要感應到嘅啦。歡迎大家都在來暗鄉風化嘅現場，台灣修蘭寺哦，有講到吼，佢係嘅攝影界嘅女裝豪傑啦，吼，唔看哦，佢嘅眼鏡嘅攝影權哦，11煞地位只有佢一煞係誰妹，其他就全部係誰來？我哋看個相片好唔好？我哋看啊，而家相片當中吼，有看哦，哎呦！萬綠叢中一點紅，只有祝逢三慶哦。對呀。因為哦，
人讲吼，什么较体贴吼，侬要买偏头买个东西做实呢，其他是要洗来吼，爱滴唔同有想法，因为咧唔巧讲准备也实的东西来微保私保其他条，以后讲唔搞爱意思咧，搞爱意思咧，其他条都会搞爱，错冇？没安尼。没啦，伊个着太家也当相爱，真是讲诶，逐啥都当喜欢搞爱讲，安样个翕，因为当时你着甲菜椒个咩，有印象讲，因倒来每日着欣赏，太家都很搞，也当乐意讲，老太家较接到个接触啊吼，咱学个都较多啊。但是去年个邱老师已经过身体了，有受益的，我说。去年的时间，俺讲又介意咧什么嘢了？又介意咧，李延华，又介意咧，所以也俺讲有两个什么嘢。安尼蛮好啊。邱老师夹么嘢看到夹爸爸过身咧，又想讲，冇拢还没得讲，又讲，也俺讲有三个什么，俺有盼咧。也有盼咧，也唔是全部唔来准备偏翻宝嘛，该啦吼。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。现在3点红。对。你慢慢查。唔听我就讲哦，一开始学习的时间哦，其实也经过几啊年嘅歌唱以后吼，也都在同佢之前。还蛮学嘅时间，佢翕出来相片的品质，同佢感觉都带样板，来看下好无？今日有带个相片来到现场嘛吼，来看下，看之前个相片，亚种地度的人系嘛啥？个帅哥呢？嗰样是蛮好翕相，带下来个两个来去加拿大旅游，当时都拿到个傻瓜相机，我被翕翕真的迄讲，很做的呢，很看得的呢，都留的啦，又冇剥脱啦，一下再给我拿来看，哎呦，冇生有翕相的天分啦，让我觉得翕到以后咩？也看吼，也同也體狀人看到也種哦，同挨嘅也拿到相機來翕起來，感覺係強強，都年輕嘛。人起條件都係翕起來啊，錯冇？安尼那有困難的事情，其他技術的方面，靠個相機，唔講傻瓜相機嘛。傻瓜相機嘅意思都係因翕相嘅人吼，拿相機嘅人係傻瓜，相機係智慧，錯冇？係有智慧。就看另外一種吼，還蠻學之前，也嘛係經常係哪位，也係外國吼。有沒窮用加拿大？加拿大學的時間吼。因為喺台灣冇安尼東西，佢說安尼東西我都帶人翕起來，從人都講，都冇人咧翕來做乜嘅，你唔咧翕唔出架。冇看到線，冇看到人，只有看到樹誒。本來潛講地擺吼，迄邊有雕嘅啦，或者迄講有個動物啦嘛嘅，結果看幾年嚟冇看到。也係風景吼，也應該買加拿大啦。要窮用加拿大。進入加拿大吼。窮一擺窮下去嘅。也嘛係加拿大。對呀。買落雪吼，落雪嘅時間，也攏係還蠻學習之前學嘅上嘛吼。也應該我想講也可能也應該要學習以後爭翕嘅相錯冇。老師安排嘅啦，佢講你都要學習呢，都要有人物。各位，你也翕嘅很白嘅東西，叫迄個安排到有人物出去翕，做個4天嘅時間，我都幾群嚟都去翕，後尾去甲人看講，原來都係安尼哦，翕學各位翕嘅相，讓我看以後本人看到都按舒服。我講一種吼，看一種吼，那麼該西沙要唔啥？有西沙吼，西沙4天，一早就去拜白宮。一早去拜白宮，後拜吼，白宮迄在個太師下拜，嘅白宮咩哦？那麼該條書誒，看起來個天公都光光啊吼，看冇個感覺，迄因為有個條書誒，有個見白宮廟，有人的拜拜，有人在4天，構成一幅很美妙的圖畫。對，怎麼？你愛咁做的身為硬頸娘橋呢？福建分享你看感謝愛只家音啦也種咧，白宮廟咧，也白宮廟，看起來當世間咧。
因为高相机发展的吼嘿，高许多个高速公路高的时间呢，嘿伊咧阿婆做摆白宫，还做针灸啊，我讲嘿阿婆，我当上翕要做白宫呢，再搁针伊多久帮我翕好？好啊。我要紧3多久啊？唔做人翕啊！我愈当听啊，愈再搁因翕。搁以后拄到白宫拄翕。看到眼镜啊，大概身上都有几七个风格啦。我讲，还去甲咩应该穿伊咧，爱当适合翕的。什么人都来记录呀安尼，客家人的洗白宫的，全部都变得动态动强的白宫，我无嘛喜欢。我都因行到哪都有洗白宫的，都将片头叫做白宫吼。特别去都无人摆啊，我说我这都专程讲，我朋友讲爱去无，爱去我都去。因为你无人出去摆白宫都无像白宫的，洗白宫要记录起来，当说话，印到印说话。因为佢个想法唔爱定讲，洗白宫庙吼，平常时嘛无讲见到人去啦。那当到人去，人都因为讲家间白宫庙当天啦，香火当旺啦，当到人都会拜，当到人拜时节个翕相翕起来。都感觉较无安好。按个洗白宫庙吼，有时有时呢落一煞，有时落两煞，有时一家人，安尼情形吼，我等个时间错冇。妈咪讲，爱去都有人好去吧，好冇？计较少，较少喎。各位较远的白宫呢，都会专门请报纸登个哈。报纸讲，那一只伊新妇有一只白宫吼，有几月咯，几月我到白宫面前咯，结果差有10点去了。新妇那边白妇有伊个火炭有神吼有白宫，人出火炭又结去了，反正都变那讲。错啊，你讲也总都会做闹嘢错冇，也买白宫没有嘿哦，也那边。也好个讲那个很多藏书太白宫。藏书太白宫。佢一条太藏书有两种书诶，吼，一个梧桐，一个藏书啦，书头话都一直白宫，这样是有一个法通，然后呢，新人呢出个舞龙舞狮去到看到安尼情形，结果又来翕去了，也是另外一种白宫的表现啦。也唔讲也种都当贴皮咯，也係有乜嘅故事嘛？也係個面對水庫嘅神鄉啊，個油桐花開到東鬧，我都印象過，開到安江嘅油桐花又有白宮，係唔係係到翕戲咯，但是又冇人過，但是伊個阿叔妹都開點東西出來寄方，佢講嘟好該當時嘅，電好叫嘅了，電好叫啊，係電好叫嘅嘢，白宮要感應到嘅啦，結果嘢呢，佢講，我講唔可以幫我翕喎，而且做乜嘅？又冇乜嘅放伊去，而且做嘛？講我唔要翕，我要翕白宮，因為白宮吼，當細漢咧寫白宮嘅，唔都開店高幫我翕。跟我沒有多轉去，我講嘿哦，人誒多轉來幫我翕解一轉，見咩當聽，我要當感激佢，因為我一穿安尼見，一穿要安尼熱，也冇見得穿咩到。街都喺白宮要保庇啦，有樣咧，唔講等咱叫白宮要感應到，佢夾夾講，喂，夾夾簽一殺開單出來，人我韓國有冇叫樣白宮？有，原來看下好冇？也種咧，有都。也阿伯去做乜嘅？佢出個割草誒。拍錯樓嘅白宮廟旁邊咧錯嘅拍鐵啦。對，真的，因自己喺度也富強的人啦。有人視察過誒，祖先都地講有很多講松蓮白宮，2隻白宮擺強下。一次上去翕就會冇人啦。今日的歌噶哈，4點茶歌噶哈，看到有人出去拍錯嘅當聽，都結結下來咯，下來翕就看佢出去拍錯啊，講唔幫我翕好冇？好啊，好啊。我講係唔係什麼人，得三人都講好，我都當聽。有樣哦，唔講我有嘢問題哦，都會搶問哦。所以講其實哦，我經經嘅了解，唔係不卡咁有廿爸廿妹吼，咁有講做藝術方面天賦嘅人，廿爸不卡嘅人。冇呢，因為哦，我用埋俾人哋問唔掂喎。因為哦，那講通常來講，我看過台灣唔嘅相片以後，感覺有藝術嘅天分，知道如何構圖哈，如何那個元素，然後感意味。
你艺术天分很样办来，不卡弄做嘛？该以前。爸爸我妈妈喺港田咧，中国人咧。港中嘅人。哎，到山香港，喺我迄个哎，差唔多诶15岁，甲他搬出来，哎呀，苗栗咧福记，过后我迄个都一直都会讲新人的印象有嘛？爸爸到田方做事啦，吼，过后我妈妈到田方出盐方种菜啦，都印象讲当时让我无留几道伊。嗰種印象啊留起來，咁我依靠是樣誒，看到嗰度眼鏡嘅老師做成翕嘅1957、1956嘅，嗰種照相片都係以前嘅細人嘅印象，都係我爸爸、我媽媽嘅田方做事嘅印象。過後我當我想講，一道鄉土嘅紀實嘅東西留起來，就係安尼嘅感覺。我漢語我一下翕起來，漢語俾我細人較睇起。像我一種年紀，家看到都講，以前我媽媽翕相架一套所有嘅相片翕起來都係安尼。嗰時我當我想講，也都盡量尋一些咧鄉土嘅紀實來吼來翕起來，留下來，要翕起來，以後真有可能看得到。該事情以高鐵以後吼，冇翕到都冇嘅，都冇嘅，是才有樣哦。都像我爸爸、我媽媽嘅。田方做事嗰種片，完全都冇誒。該當時老嘢下，機械化以後嘅港中方式講冇強用咯，同埋按人物嘛冇強用誒，錯冇？所以事過境遷吼，真的用這個照相機吼，用相機來拍下來翕相翕下來，留下來嘅經驗性吼都非常有價值。唔過呢，因媽啲吼，其實秀蘭機吼，佢該學習嘅過程吼，是當到錢啦。聽講吼，該不卡人吼。不開財產攏被撕脫的，到底係咩安尼哦？無人愛講社會啦吼，到底係咩安尼撕脫呢？休息以後再過來講。看到嗰度眼鏡老師，大家都有暗房，我去參觀家嘅暗房，我講嘅相片樣我按好看，佢講，但是冇暗房都當難，係會去搞不卡到來，實嘅都一直暗房，變得很多瘋狂樣嘅。到咗呢暗鄉風化嘅現場，繼續愛請嘅秀蘭姐同大家來介紹吼。然後我要講呢，佢因講翕嘅翕相當到嘅，因講有意嘅成語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啦吼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當然呢，愛翕相愛拍相嘅時間，嘅機器都當初嘅都係相機啦。一開始嘅時間10幾多錢去買嘅。基本嘅設備，一開始都係講，嗰樣是買一台尼康嘅單眼相機幫我來嘅嘛，佢冇用到都俾我冇卡，嗰時我都用嗰種啊。本來唔係買本機嘅啦，本機佢冇用啊。喺我迄我都要上個課，個實用課嘛。嗰度老師特啥都用按號嘅相機，我都要請教老師講。數不用嗬？會，結果我講老師，你度都買乜嘅？我講我安尼。用嘅翕嘅較好嘅相機，叫講得當到人講得啥用嘅都冇強樣啊！要講一下前頭嘅都係德國製嘅徠卡相機，然後呢有時候又講，但是徠卡一貴，後來都想講，一貴人都上一次看到嘛，都帶點10萬元上去台北咯，想買一張彩色嘅一張5拍嘅彩色嘅翕正片。給5拍嘅都翕一般的黑白的那個照片，叫10萬元拿去，當時給條老師讓我講係5萬元，後來都想帶10萬元都買2張哦。結果呢，一去嘅博漢口街嘅老闆都讓我講，一下7萬元。用萬要變7萬哦，冇計講，捱係什麼咧？唔想捱較便宜啲嘅。叫佢要用萬哦，要變7萬。佢意思講。一下有一種嘅冇散嘅，唔係冇曬夠散嘅，一下存嘅都會入去。
啊，可是唔迄买的时间呢，伊还又有出伊的动好的安尼亚种的，安尼讲3个定焦的那个更较好的镜头。嘿，我想讲我要买2个，现在买1机1镜。我说那多少钱？他说要14万，我就傻眼了。我讲顶下买1张，我买1张还按细份的镜头，有3个定焦，迄咩可以算较便宜，冇都14万，冇考虑。14万按硬哦。对唔讲我都会压台，也系 T 台呀。也 T 台，也 T 台来看我也当好的呢，也很做得很好好嘛。很好，很用的得咯。哦我都防潮箱不用等哦，货币用的哦。哎，各位只镜头，做嘛我7万，意思讲，呀，这镜头都7万哦。嘿，它有3个定焦，徕卡的相机要搭配定焦镜头是比较好的。还有一个拍出那个品质来。他说有一个28，有一个50，有一个70的镜头。啊，这个是我超想要的镜头。所以就勉强就买了这个1机1镜，第一次就花了14万，唔甘愿又再过去买个1台。压台。一翕彩色的。哎，压台迄几多万？共用加钱。啊，压台嘛14万哦。没7万。哦，7万哦，机身呐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按大，冇讲大宋啦，按咁快哟。哦，啊压台呢？压台都係 Q A 係啊？没有，壓台個人愛買？迄進階都數的咯。哦，也係數嘅哦。對。壓台幾貴啊？當時出來，噶哈都松山的世貿館，我一聽到，因為那時候數位出來很多品牌，但是我唯獨要一個全篇幅的相機。剛好尼康 D700是全篇幅的相機，所以數位一展，我就跑到台北世貿3館去買了，然後一開價，單機身就給我花了85900塊。一機身都8萬人嘅哦。一開始噶哈，一行啊朋友提講，愛用到也D700也好用，佢買團都6萬9嘅，好我一下都了解按多錢。一開始，你們哦，通常一個產品一推出的時間，一開始吼，3C 產品嘛，一買搶頭先買吼，都會付出當多嘅代價啦。就來自通講唔止安尼翕呢，也係相機還蠻翕相之前，翕以後呢，愛來處理個相片，唔過要講適當多錢來做個暗房，暗房吼都會寫個相片的個暗房，係嘛？加有一些的瘋狂咯，因為看到嗰度眼鏡老師，大家都有暗房，我去參觀佢個暗房，我講啊，個相片樣我按好看，佢講，但是冇暗房都當難，係會去搞不卡都來實嘅都一直暗房，變得很多瘋狂樣嘅，啊不條實在包數秋數嘅吼，6點鐘開始都入暗房，這次愛放到暗不頭2點鐘數起的，所有時間都到個暗房地度，按攝相片啊有3段藥水，很多顯影，哈定影，然後極致，要3種藥水啊，買起來也不便宜。啊，但是你它多出的藥水啊，哈，你放到2種周邊，個藥水都冇用啊，如果多睇的。哦。所以呢，個頭水頭過的哈，它有比例，那個是個比例，頭過水的藥水就不能再回用。哦。所以呢，你按而且打做作戰一樣，你就把那個對，個藥水那個物盡其用，你批你都得。用到講哦，個藥水用唔得咧，安尼當唔會大爽啦。嗰時候都暗房嘅時間。個暗房吼，寫出來嘅相片吼，都帶唔係研究，係都係樣板研究呢。我可能要帶個暗房嘅相片過來，也係暗房啲都唔寫出來相片，也係樣板一樣嚟看，有乜嘅貼喺個地方。哦。也係河巴係啊。也係南莊嘅個神秘谷。哦，神秘谷，係神秘谷，因為夾個瀑布啊，就吼落差當多，嗰個石頭啊，當多安尼，你講
奇形怪状啊啊，古时候嘅水喷出来都人讲诶，较有立体，但是要喺暗房吹出来，当有安尼感觉，嘿哦，係用输出出来的效果都冇都咯。冇安尼哦，係，一種樣誒，啊唔對，一迄個一有一樣看個耕田的人吼，啊，佢出個牛啊，搏踢個下，搏牛啊我就會經過嘛，啊，佢我要怎樣啊？很多卸妝，裝備的裝啊，對對對啊，我想講，嘿，安尼翕翕咩以後，啊，伊看到講後尾牛尾安尼夾牛啊冇徛迄個當過個下，啊，講迄牛啊徛較高的位，我都較上嘅嗰種，但是佢一下都來下來，都冇翕到。錯唔看，來看下射嘅技巧吼，都係有個深淺啊黑白的對比，錯冇？對對。哦，也都係唔學習嘅暗房嘅主要嘅原因啦。即架射出來同個圖形輸出嘅無共用，也係乜嘅？要嘅，哦，該怎形容安尼？佢喺當書戲嘅吼。唔係，佢書嘅切太機嘅。哦，這樣種啦。佢一頭已經變咗拖拉骨行嘅，用吊叉吊嗰個拖拉骨行嘅，叫佢送上去。啊！我當時開車經過的時候，我在想，哎，這個很有力呢。我就乾脆給他拍起來在暗房放了，也不是一次就放好，然後看到他那個激動的表情有出來到我想要的時候，就把它這樣子定格了。對，而且我們看到你個相片裡都給寫出來，五拍的層次哈，很分明哈，然後景深啊各方面啊，都呈現得很好。按多錢，你做得透露講，都帶你個暗房試睇幾多錢冇？暗房一般人所有設備啊，最基本的就是要一個放大機。然後還要一個水槽，就是放我們的顯影機，顯影劑、定影劑，還有一個機制，就是讓它不要再顯影，有3個盆子，然後這樣擺着，就是我們一般電視不是都有掛着嗎？影片播出來那個，就是看第一個顯影怎麼樣，然後第二個不要再給它顯影，第3個就是這樣，就是說。按呢試啊，唔記得自家嘅基本嘅設備來講，不卡差不多實體幾多？20萬冇？暗房唔是啊，係，唔是按多錢，所有嘅其他啊 PB 較多，時間較多，係，按呢試啊，幾馬幾20萬啦，好錯冇？啊，大概唔講約水當貴啊？嘅暗房嘅東西較便宜。都放大機較貴一點，壓下路邊的人講時勢所趨哈，有路邊的很多日光下的暗房，就是所謂的輸出。哦，輸出它日光的。對。唔是該暗的地方。唔是暗的，壓較貴。都係因為一下已經都流行都講翕數位嘅，所以我以前翕也要機械嘅。就老給裝喺防潮箱，可以試到嚟翕呀。金花都數位啦，吼，都帶吼，阿蘭機、小蘭機吼，佢金花都數位以後吼，佢個試睇幾多錢？啊，人愛學閒愛學新物嘅東西，數位輸出嘅時間吼，如果有物嘅無共用嘅，拍出來嘅翕出來嘅相片吼，呈現嘅層次。都帶有物嘅無共用，韓國有小蘭機，其實呢，佢也堅持傳統，有時佢翕嘅相吼，攏係用嘅傳統式的相機安尼來做一個比較吼，都帶佢經常同佢以後有物嘅理想去做嘅呢，定價，整個技術來講。按骨頭迄個跟蠻苗醃落去，佢要慢慢的當作啊。所以他日四條嘅時間，叫一留嘅苗嘅杜方嘅歐洲嘅東西，我來處理脫魚、清脫魚。佢冇清脫落去，按骨頭跟黃嘅蠻苗醃落去都看唔到啊。嗰時候佢杜方嗰度清槍了，佢都整理嘅時間呢，日頭落山嘛，都來翕到有隻畫面。
我想到咗来暗乡风化现场哦，台湾同嘅秀兰寺哦，有讲到秀兰寺吼那系爱来翕相嘅杀片吼。较多钱佢嘛死啦，有样事的同道，好啲吼，乜有嘅能力啦吼，做啲你们有兴趣嚟学习，有兴趣嘅事情来做自家己爱做嘅事情咧，我相信咧，大家做到都会同欢喜同快乐，错冇？像咱之我听讲吼，唔过要拿到同道嘅奖嘛吼，听讲唔该拿到迄银牌奖。银牌就第2名嘛。苗栗美展。苗栗美展哦，苗栗美展看哦，呀，苗栗美展呀，这个银牌奖的部分，呀种的相片哦，呀，迄嘛该当时迄年咧作的迄样。那个在他们那个中港西出海口哦，有一种蛮苗在网的时候，他们白天下午的时候会把渔网去整理一下。整理了以后呢，当时是日落的时候啊，刚好我站在旁边看到他这样整理渔网，很棒的景啊。同有感觉，系同有感觉啊，都来翕起来。因为日头爱下山时间，对，该唔用诶，伊可能个假诶东方来整理啦。整理过去后，再过去冰。安骨头去跟蛮苗捏落去，佢要慢慢的当作啊。所以他捏石头的时间，佢要留个苗的地方的污糟的东西，要来处理脱去、清脱去。佢冇清脱落去，安骨头跟黄的蛮苗捏落去都看唔到啊。佢说佢地方要那清腔了，佢都整理的时间呢，日头落山嘛，都来翕到有这画面。这时间上就是说摄影翕相啊，真是要花当多时间啦。因为当多钱，我老所有的感情都投到这个摄影翕相地方啊，都较有想要去做啦。当我想要呢，翕落去吼。所以我讲做乜嘅事情吼，嘅做故事都会讲有兴趣，对，兴趣。那么兴趣嘅事情用做，规个面安尼，白看到。错冇？那有兴趣哎，可能讲到一个翕相吼，秀兰自己跟面都安笑的，受访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从头笑到尾，错冇？因为懂有兴趣啦吼，听讲妈有去大陆去参加展览嘿啊，也系讲去交流，也过程当中，也拜给有一个很多王文杰老师啊。在厦门大学有一个几周年的那个纪念活动了，他就说要邀请台湾的一些摄影家到艺术家，不是摄影家。这种相片都会去参加个交流哈。对，艺术交流嘛。但是当时呢，要参加。今年的嘛哈。对，都今年的4月4号到10号。一般人要参加。选出这种时间，要用5年的时间，伊当然时间瞧唔出来，所以佢都那个叫苗栗美展、新竹美展嗰度有得奖嘅人，都选大天发，冇讲参加意愿太冇。但是当时抽我嘅就係朋友，都應講，行啦，人緣冇嘛個拉，都當係天書的位都。大家就想跟我说我摄影跟书画不一样啊。他说他要艺术交流，不是摄影，也不是书画，涵盖范围很广。对，摄影也是其中一种的。对，都安尼都答应佢去参加啦。你去参加以后吼，有看到乜嘅冇同樣嘅地方，或者係講自家感覺有乜嘅比其他條較強。或者係講其他條也有同到嘅工作嘅方式、攝影嘅方式、翕相嘅方式同人冇同樣嘅地方嘛。不過就愛去看到，因為攝影嘅吼，就是安尼照片呢，看到照片聽。但是隔一片有一個書畫跟美術誒，吼，有當場在現場就表現。揮毫，揮毫表演的，畫畫也好。台灣也是有，但是我自個兒感覺就是說講，因為大陸的經驗對這種書法所有的那個流暢度，還讓我驚嘆。你的作品有在介紹人來展覽冇？有，
马球展览哦。对，嘿，啊，该当时有得到嘛该专家评审委员给得本嘅意见冇？因为这个是叫做邀请展，没有评分的，只是展出就是交流。啊，但是他就很刻意的就让我们有每个人一个奖牌、一本画册这样子，然后好像说由他们厦门大学那边，真的是一个证书啦，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哦，以后吼，其实俺用把人问吼，俺上也喺可能用展开两岸交流嘅体谱啦吼。以后呢，秀兰寺吼，俺上次吼，长期按爱协商。按感事前，来买呀个协商嘅器材啦、设备啦、安放啦，这些东西吼，佢越来越嘅技术方面哦，为了越来越好，错冇？以后吼，有乜嘅愿望或者他审係唔係講參加兩岸什麼，還是說全球各地的攝影展？該都是拿到以前嘅攝影界嘅大師郎靜山。你以後搞不好就是涂秀蘭。最後講一下願望。看我安尼雄心壯志呢。我唯一的想法都想講，一下人用版人老爸客家人的神法，記錄下來。目前當時的神法記錄下來，各位，我當希望翕嘅土地公還會繼續上山下海去尋嘅。看無人看到的土地公，我去翕，特質嘅面貌來翕起來，要記錄起來來叫，因為安尼祖先的土地公啊都留下來機會冇多咧，也全部許多當江當派頭嘅。係啊，保留傳統嘅白公廟嗬，唔講太見世界咧，觀眾朋友大家看到以後咧，夾嗬打天花來，佢就去寫信嚟過來嗬，本屆秀蘭寺哦，通知講秀蘭寺，也會嘅嗬，種下地方有一間嘅白公廟哦，可以來記得，來嘅記錄下來，秀蘭寺嘅願望無其他，唔過呢，佢希望留客家嘅傳統嘅文化、白公廟啦等等呢，攏記錄下來，嘅後生人呢，都是嗬，真有東西好看啦，做得嚟懷念，也係非常偉大嘅工廠哦，也繼續呢秀蘭寺做得非常順利來完成佢嘅願望。今日暗鄉風法都叫下，同觀眾朋友大家講再會咯，下拜再見咯，謝謝。好，拜拜。謝謝。